像郑海走了，恁三姐哦，若毋是规工洗身，啊若无就一直哭啦。啊无就是哦，暗时暗困，踮咧伫电视发语，讲遐准备要法国找过去的郑凯，我烦恼到毋知要安怎啊。小秋，你即摆会当放心去国外进修，去国外学一寡艺术，去过你想要过的生活，开创新的人生，千万唔通阁流浪过去啊！我相信郑凯伫咧天顶，一定嘛是真祝福你。是啊，向前行就对啊啦，就甲爸即马同款啦。就算讲骹步搁较震动，喙齿紧加的，勇力甲行出去就对啊。小秋啊，你最近哦，胃口无啥好，可以炸寡，餐就多呢。有啥吗？小东，来。妈，我唔敢食鱼啊，自从我有心了啊，我闻到遐鱼仔的味，我就想要变白，但我嘛就困了好。安尼我都无得替你分担嘛，我敢来当替你慢慢品尝。你是安怎啦？啊，食较慢啊，食较计着。啊，这鱼头我明明看到出烂的，哪会计着啊？我毋是计着啦，毋知影是安怎，感觉足臭臭的，根本就吞袂落。妈，啊你买这鱼仔毋是现台，应该真鲜啊，嘛没有臭头味才对啊，安哪会臭臭？三姐，咱人有伴哦。啊？你的意思是？小秋啊，啊你最近的生理期是正常无？爸，这问题好妈问啦，你安尼问是要三姐都回答吧？啊，你最近身体敢有啥物状况？你敢是有心啊？家己毋知影？我最近身体无啥物状况啊，就算有可能，我家己的神经嘛伤大条啊，无感觉。敢会是郑凯知影我真思念伊，特别安排小郑凯来报道啊？三姐啊，我看有较保险的，你要去妇产科检查一下啦。顺便想看卖是毋是爱甲迄个囡仔留落来？毕竟你就无简单，才摆脱一个妇婴嘛。啊，即摆若是因为囡仔搁牵做伙，我真就惊你会甲大姐行同款路。是要检查啥？免检查啦。囡仔若是较有缘，真正要地外，搁较艰苦嘛该留落。啊，那安尼你想要做个独一数的心愿是安怎？敢真正要因为囡仔放弃？叫你讲到敢若我真正有心啊，莫甲大家遐惊啊。你放心啦，我的心愿我会家找时间去完成。咱一定爱勇敢向前行。伊就是你啦，唔通规工吼拢关在厝内面，你就爱吼为阮遮厝内面人关心你的人，爱振作起来，哈。小秋，咱莫插伊，咱来去爬山。小秋，你啥呐？俺来要吐啦！你是到底无爽快是？啊？想要吐。小秋，你敢真正想要吐？你这样有偌久啊哈？你是毋是定定感觉吼安尼冰白冰白？啊，早起吼洗嘴的时阵吐一遍，啊下晡时困觉起来时佫吐一遍，暗时要困的时佫吐一遍。你安尼是白囝啦！小秋，啊无妈妈带你也去病院检查一下好无？无你看你腹肚内底有小郑凯呢，咱即马就来去啦。妈，我看人家家己去就好啊。即马要陪我阿妈去爬山。无喏，你即马有心伫你哦，袂用你遐尔啊忝啦。啊，当阮郑凯都无伫你啊，我当然嘛要代替伊甲你顾条条啊。而且你即马腹肚内底有小郑凯啊呢。小秋，我看吼，无你去病院检查一下好啦。啊，不过吼，
千万莫你这无闲的大家地咧，可以地哦，绝对会出代志。我喏，亲家妈，我已经真心悔改啊！而且吼，我甲小秋，阮大家新妇的感情，即马真正足好的啦。我当然要甲顾好。妈，我还未敢早过，还未确定有生。我想，我还是家己去病院就好啊。是毋是有生，我想要家己面对。卡免若是无，佮害你空怀时常的尴尬。天公伯哦，真正有够宝贝阮蒋家，即摆阮蒋家有后事啊，小舅不倒来对小郑凯啊。我会遐尼早起来，是我感觉我想要趁早起时精神较好，把较安静的时阵哦，加背一寡法文单字。我即马吼，就等你给我生囡仔孙咯。对啦，你讲要去病院检查，医生安怎讲？敢真是有生啊？我还未去啦，我今日检查出来结果毋是我期待的。不然你啦，阿妈陪你来去。阿妈唔免啦，做你去运动，等我做好心理准备，我就会去啊。我想天公伯啊，一定会做上好的安排啦。小秋，你唔免惊，咱一家人永远拢会陪伴你的身躯边，甲你加油，甲你鼓励，所以你一定要勇敢行落去，哈。小秋啊，我看吼，最近你也是莫去店里打扫工好啊。万一迄个小三若是搁走意乱，若去伤着你，害你去动着胎气，安尼就唔好啊呢。你有心的初期吼，上盖无稳定啊，你家己要较注意。妈，我还未去检查，拢还未确定呢，顺其自然啊，莫想啊济。什么咧顺其自然？咱吼先来去做一下检查，上无心内有一个底啊，对无？啊，若真正有啊，咱唔当互我多通好好家己保护家己。行啦，妈妈带你来去检查啦，安尼哦嘛较安心啊，对无？行，你妈妈来去。行啊，你帮咱比小秋好不好？我会当了解小秋想要顺其自然的心情。他民过生的时阵，我希望知影我有心，我的心内嘛真正足乱的。我唔知影囡仔无爸爸，敢有法度经山大汉？我敢有迄个能力，会当采用教育这个囡仔？我想要做一个单亲妈妈，所要考虑代志真正足多。咱拢是做妈妈的人，应该当了解这款关心囡仔的心情啊。阮是小秋后头厝的人，阮当然嘛无希望家己姊妹汉尔辛苦。啊，不过咱拢唔是小秋，咱拢无法度替伊做决定，因为伊家己的人生，咱要尊重伊，那个必要好不好？是啦，小孙很失礼啦。啊，我都想着啥做啥，迄股镜头搁压起来啊。你讲了真对啦，就算讲哦，郑凯若有留后事互阮，啊爱陪伴照顾伊，迄个人是伊的妈妈，对无？啊，当我这做阿嬷的，搁食无偌久啊，我袂用我家己自私想要抱孙，都无顾虑到小秋的想法啦。小，你听到无？我当快小汉堡啊！我足欢喜，我足欢喜。你欢喜，我嘛足欢喜的。安尼咱用洗开洗手啊吼，毋免讲上空上包要手顺啊。正解，你有看到无？我嘛有减一个歹朋友啊，你天天爱放心啊哦。什么歹朋友啊？无咧，就你啊，拢嘛是你，甲你做伙拢甲我拖落水啊，我规个名声拢臭了了。哇，规个拢是鸡卵芳呢，这就是用电锅吹的古早味的鸡卵糕。是啊妈，这就是郑凯教我做的古早味蛋糕啦。这嘛是我头一遍无伊的协助家己完成的，这个成果我真满意哦。歹势，等我就过。哎啦，时间真啊多好哦，蛋糕才拄吹出来尔呢。啊，小秋。你真正有学到郑凯功夫哦，这蛋糕看起来色香味俱全呢。这是郑凯用来甲我教的，今摆小东要结婚啊，我嘛想要甲郑凯留互我的心意送互小东。小东，
你千万袂当因为感觉爱真神秘、真歹控制，感觉爱的结果，互你感觉足惊吓的。珊姐经历过这个世间上真、上水，嘛上刻骨铭心的感情，只是这个结局提早到尔。啊，不过这一切，我是感觉足有价值的，因为我伫这段爱的过程中，感受到的幸福，是任何代志拢无法度代替。这会变做你人生上美好的经验。那内珊姐，你今嘛跟我感觉足幸福的。当然啦，我有正开完整的爱，而且这份爱是永远拢袂阁改变啊。我嘛希望我的王蜜啦会让亲像郑凯姐夫同款这样幸福。得谢愿望，好珊姐。希望珊姐当好法国的艺术学院录取。我嘛同款啊，迄个时阵，我若会较早认同小秋，小秋就会用甲阮郑凯较早结成连理的。郑凯会当留予小秋遐美好回忆，会比即马这个较济。我知影真有可能是因为你即马有心，所以你毋才会母爱喷发。要毋过我就真正无法度接受一个歹人的囡仔嘛。我无有心啊，我有去做检查，结果是乌龙一场，害郑凯因爸妈就失望的。啊，毋过郑凯因妈妈有甲我讲，要我好好去过我的人生，莫去互这段感情拔掉的。我真感激伊的体谅。咱大家当然拢毋是圣人啊。啊，毋过郑凯死了后，我才知影，原来人的性命是足脆弱的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原本我就是讲我有心，会当影响郑凯的性命。啊，毋过后来检查出来，我并无有心，我搁较会当体会，甲上爱画大爱的意思。虽然无家己的囡仔，啊，毋过搁较有时间甲精神去爱亲像以章这种失去父母的孤儿啊。真会来到这个偏乡地区，所以今日跟他做几挂代志。参加郑凯要搞到共轨有节帮，就是偏乡地区，可以高博资源跟那普及幸福小厨师的教学班。我就科学，你看你笑脸有笑。今晚我来到家，我要伫新儿之家开一个幸福小厨师的教学班，我要开一个绘画班。哪可以郑凯完成伊的梦想，嘛替我家己完成梦想。